大家好，我是平平，旁边呢是我德祥大哥。哎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来经营天利？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直销制度非常好，那也经过打拼之后呢，这家公司的制度以及它整个在业界里面的信誉呢是非常非常的优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业是可以经营的。哇，你有去问那个一些你认识的人，然后有帮你做分析，说天利是可以做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重点，因为我刚好呢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专门在针对台湾的一个直销事业呢做一个规划，然后这位资深的这一个前辈呢，他听到天利公司这一家，他只给我一个3个字，那这3个字呢叫做不会倒，所以这当然是有信心喽。那我们天利真的一直都在往上，因为我们现在呢是不是国际已经正式启动了？对，在马来西亚呢，我们的这个总公司呢在那边开始拓向全世界。没错，而且呢，公司要在马来西亚盖大楼，所以我们2个要继续加油往国际市场喽。那是一定要的喽。耶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